你啊，食咁多煙，成個房間都係煙味。我哋翻去新加坡，你要盡力戒咗佢。我去下洗手間，我今日唔翻廣告公司啦，翻嚟我幫你。咁晚上我哋去附近食晚餐，然後去散步。好啊。喂，明寶，志玲知唔知你故意延遲林彬嘅監獄期？頭先我同佢食午餐，佢不停咁問林彬。你有冇同佢講任何嘢？我當然冇講啦，但佢始終會知嘅。老婆，想食咩嘢？我肚唔舒服，想食啲熱嘅。係咪已經嚟啦？翻屋企有煲紅糖水俾你飲。老婆，你有心事定係肚好痛？明寶，你係咪有事瞞咗我？玲玲，你要明白，我做一切都係為你好。包括15年前離開我件事，同埋延遲林彬監期事，我唔想睇住呢行嘅事發生喺你身上。點啊？如果痛到太失力，我帶你去附近嘅醫院。唔使，我已經慣咗。我貼咗係帶喺我肚上面。你去沖涼先啦。你太痛就開沖涼房入房我講，我馬上嚟幫你。你啊，醒日唔聽話，易經來啊，仲着咁性感。明寶，你未答我頭先嘅問題，你點解要延遲林彬嘅監獄期？你知唔知如果佢知道係你做嘅，佢一定唔會放過危險啊！玲玲，你放心，佢12月初先出獄，到嗰時我哋已經住新加坡啦，佢唔會搵到嚟新加坡啦。要唔要一支煙？唔要啦，玲玲唔中意我食煙。哇，咁我都要學你戒咗煙。小平都唔中意，而且我都30幾歲啦。咁你同張鵬幾時先肯結婚啊？多幾年吧，10月你同玲玲結婚先，真係替玲玲開心。玲玲，我非常之唔捨得你，咁快就6月啦，你同明寶要翻新加坡啦。小平，你放心，我哋廣州式清遠就嚟探望你同家豪。你哋由10識到29歲，而家係明寶咁恩愛，我仔亦行喺天堂，肯定會好安樂。美琪媽咪，我都會好掛住你。哇，攰死啦！呢幾日不停咁整理廣州搬翻嚟嘅嘢。玲玲，我哋嘅結婚帳掛喺床上嘅牆好嗎？你小心啊！五明寶4點半啫，太陽未落山。遵命，老婆，我去煮晚餐。老公，可以幫我聽下，我手機響啦。哦，你應該是志玲的未來老公 Wilson。喂，你好。志玲忙？是的，我老婆她忙着切菜，能是哪位？我幫你轉達給她。哦，這天使能不能在老公住瑞樣店早上有學聚閉店？好的，我們就住附近，11號一定來。哇，原來玲玲都好叻煮西菜。係啦，頭先係你嘅高中同學 Hazel，佢話呢個星期日11點有個聚會入115 Marine， 我幫你應承啦。怕醜嘅吳明寶，我都願意陪我。當然願意，你係我老婆。我哋終於平平安安返嚟新加坡啦，你終於屬於我吳明寶嘅女人啦，陳志玲，我愛你。吳明寶，你都係我一生中最愛嘅男人。 Good morning，老公。